對於香港身份文化認同有啲咩參考嘅價值喺中間？頭先講咗就係沙嶺佢好多，尤其另一邊係主要都有一啲冇人認領嘅遺體，最終大家都係變翻塵歸塵，土歸土啦。咁即係我想借用跑馬地墳場嗰句亂所講嘅，就係、他朝君體也相同。其實呢一段歷史正話咗俾我哋知，就係、無論你係咩族群也好，你嚟得係呢個地方，最終其實大家都係會死亡之後，你都係變翻一個骨頭，融咗喺呢個，即係融入咗喺呢片土地上面啦。咁所以可能對大家身份認同嗰樣嘢就係其實唔係嗰個分野唔太大，唔同嘅族群也好，唔同嘅文化也好，唔同嘅年齡性別乜都好，你最終聚埋一齊嘅時候，其實你喺呢個地方，你最終都係你只會被歸咗喺呢個地方。咁既然係咁嘅情況下，嗰個文化身份之間嘅差異係咪需要去到一個好極致嘅極端咧？咁呢個可能係對我哋而家呢個時勢更加需要去思考嘅一個係我思考嘅一個課題咯。所以不論係生人好、故人好，香港身份文化認同，我估都仲係有一個多元嘅方向可以再作探討。